这阵嘛是台南七股这内海蚵仔的产季，说因为今年风台雨水有较济，这海水变较正，低数蚵仔死甲剩一成尔，一斤是起到2.5，做食业者是受到影响。也有人是买进口的来塔，也有人是无顾成本，坚持要用在地。农民手无用咧剁蚵壳，拍开蚵仔细面搁真瘦。照理讲，即阵是台南七股适合的蚵仔产季，煞无啥物农民咧深蚵仔。农民讲受到今年风台影响，蚵病拢降歹去，这蚵仔死甲剩一成，这是近年来上严重的一届。农民嘛，敢若会当加减猛禽，轻寡成本，转来补贴。就拢无蚵仔，对，拢无蚵仔用啊。你看，因个若剁有8人哦，真剁无啊，真剁人无5人。这两厝的风台吼。啊，雨水搁落济吼，啊，规个水淡化的蚵仔死真济。搁当着阮饲养吼，现在规个伊的养殖基地吼，规个拢绿化足浅啦。啊，你若开大日头，蚵仔缺氧，伊也要死啊。蚵仔去年一袋斤是150块，那即阵是起到2.3至2.5一磅，这嘛互用蚵仔做生意的业者头壳莫咧烧，因为产量无够，有人嘛只好买进口的来塔。贸易业者犹原坚持用在地虾，像这个看起来真好食款的珠宝鸭肉，用豆腐掺大量的蚵仔落去做料理，还搁这个蚵仔汤。不过要食安尼的组合，就爱搁等，因为本土产量少，有业者只好停止卖汤。蚵仔物件就是歹食贵。愈歹伊愈贵，所以即马就算是进口，现在1斤也要220啊，所以很多业者都哀叫啊。因为阮是用家己的，所以我们那个自己吸收成本。你想咧，阮咧做生意利啊，人个人家咧买原说250嘛配，其实真台湾的蚵仔拢嘛越南的，拢进口的，因为台湾即马个风台吼。啊，蚵仔拢去风台拍了。针对产量当时才恢复，农民无奈讲，这海岸线当咧倒休甲真严重。因认为七股适合这蚵仔产业，全无10档通做，望政府来斗下手，互因渡过难关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